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昨早香港政府甲一团媒的创办人黎智英掠去，昨暗将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嘛互掠去。香港政府表示，昨昏拢总掠10个人，拢是违反香港版的国安法。美国的副总统潘斯是表示讲，掠黎智英得失全球追求自由的人，呼吁香港赶紧甲放出来。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双手被反扒押上车，车早暗时差不多9点，10多名警力以周庭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强行掠人。周庭面册表示，警方指周庭为7月到即马，捌透过社交媒体请求外国对中国实施制裁甲敌对行动。车查被掠，还有香港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报纸编辑甲外国媒体记者10个人。香港苹果发声明谴责港府制造白色恐怖，佮表达报社全体坚守位置，唔惊打也未决心。警方搜查苹果大楼期间，佮指定团媒沿到红社区采访，暗过独立媒体立场新闻、美联社、法新社甲路透社，拢被当进入。港警讲，这已经是增加透明度。First of all, I must stress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always respect the press freedom and the media's right of reporting.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we will do our best to facilitate reporting work.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处甲各大办界单位拢表示，反中乱港分子爱依法严挺，除了对内展开掠人，对外炮口依然对准美方干涉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车查也宣布被制裁11名，涉港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士，按个具体制裁措施并无说明。针对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决定从即日起，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欧、克鲁兹实施制裁。被中国点名美方人士以回呛被安尼救起，会继续为香港发声。美国副总统潘斯也伫推特表示，掠走黎智英是对全球热爱自由的人的冒犯，呼吁马上解放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风台，第6号风台米克拉目前伫金门南边的海面上向北北西沙顶动，暴风圈已经甲金门规个暗掉咧。这个风台伫早起7点伫中国的福建登陆啊，咱来听气象局详细的说明。在今天早上8点，台风已经来到了金门大概西南西方70公里的陆地上，它的中心已经在早上7点的时候从福建的漳州附近进入中国。暴风圈的话，则是逐渐的脱离澎湖地区，因此我们解除了澎湖地区的陆上台风警报。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哦，在这1个小时，其实澎湖甚至包括台湾南部的沿岸，都还有6级到9级的强阵风出现，沿海的风浪也是相当的大哦。我们在七美的浮标有侦测到4.9米的浪高，弥陀浮标在高雄沿海也有3点多米的浪高。因此，尽管台风的暴风圈已经离开或逐渐远离这个区域，但是台湾附近周遭的海浪、风浪还是相当的大，请大家在今天暂时不要前往海边活动。另外是金门的部分哦，在这几个小时是这个台风最靠近金门的时候，在刚刚金门已经侦测到了10级的阵风，我们预计这样子的强风豪雨还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前后，请当地的民众要特别严加防范。而在台湾跟澎湖则是持续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因此南部、东南部还是断断续续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有些地方雨势还是会比较大一点，伴随局部大雨甚至短时豪雨的状况。而根据未来24小时的定量降水预报上，我们可以看到，南部跟东南部的降雨在今天白天还是会持续的，而且雨势还是会比较大一点。那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北部跟中部的山区虽然没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直接的影响，但是因为大气环境相当的不稳定啊，我们预期今天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地区、中部的山区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雨，同样也会伴随着短时的大雨发生哦。所以气象局持续针对了部分的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尤其是在台东县、屏东的山区是豪雨特报的范围。那随着台风逐渐的北上哦，在今天上午的话，我们金门地区还是持续受到台风暴风圈的影响，仍然是会有强风豪雨。我们仍然预期它可能会有11级甚至是12级的阵风出现了，这是比较大的风力。
头仔是气象局伫8点外上新的说明，来关心第6号的风台美克啦，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会带来大量的水汽。咱嘛来看上新的分图。气象局早起是继续针对全台湾17个县市发布大雨甲大水雨的特报，尤其中南部、花东、澎湖、金门雨会较粗，北部、东北部若有落雨，主要是因为过渡了后的西北风，也毋过嘛爱细日上大雨。美克啦风台今日行到中国了后就减弱啊，咱台湾各地雨嘛豆豆啊点落来。温度方面，因为落雨的关系，无遐尔热。南部、华东高温只剩29度到32度，若其他的所在高温是33度到34度。若第5号的风台强密，昨下晡3点已经伫南韩登陆，害资本着咧做大水的南韩灾情搁较惨重。中南部毋若做大水，嘛发生水崩山。过去3天，因为落大雨，南韩搁有13个人死亡，2个人失踪。乌色轿车车顶泡伫水内，消防员穿救生衫伫河中协助车顶的民众脱困，现场真危险。这种互人看了真惊吓的景象，是因为南韩顶礼拜六再度雨大雨侵袭，中南部出现严重水灾，第4大雨产金江涨起来。全罗道南部有宝华板区附近村庄被淹到只剩厝顶，也有地区发生土石流冲入民家甲农田。Authorities say 13 people died and 2 went missing from Friday to Sunday, while some 4,400 had to evacuate. That amounts to nearly 7,000 evacuees in total. 南韩过去9天大雨不断，到7日透早6点，已经至少31死11失踪。周末简单雨停啊，民众才要开始重建家园，风台强米过来搅局。南韩气象厅指出，强米7日下到3点为南部海岸登陆，恐惊搁带来强风大雨，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警戒。另外，北韩最近也落起大雨，全国拢出现水灾，南部的5号、8度灾害惨重，大约有900间厝，6万公亩的稻田被水淹去，也是破坏。大水也予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再度出现。朝中社早期刊出金正恩视察灾区的报道，也强调以下连将固定的粮食摕来援助灾区，搁动员军队救灾。This is Kim's second visit to a flooded area since his ascension to power in 2011, the last being 5 years ago. 南韩媒体引用专家的看法，认为金正恩罕见的视察行程是为了巩固权力、减轻兵源。因为北韩最近因为疫情大雨、经济恶化等问题，民心不安。南韩政府指出，伫领导立场将提供1000万美金协助北韩。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美国的白宫外口传出枪声，若白宫内底，美国总统川普当地开特日的疫情记者会，听到枪声，美国总统川普马上护送落台，现场嘛引起不安。川普才去台顶讲无偌久尔，伫金正元就随甲伊对台顶护送落台，台下记者汹汹涌去，唔知发生啥物款代志。但几分钟过，川普有登去到现场，甲记者讲，执法人员头拄有开枪，弹到一个早前的嫌犯，目前嫌犯已经被送去病院，情势嘛已经控制掉了。来关心黎巴嫩贝鲁特大爆炸，目前死亡人数超过200人，嘛有6000多人受伤。民众不满发生这款代志，上街路抗议，嘛有内阁的官员失职。黎巴嫩的总理已经宣布讲，政府要总辞。若法国甲联合国嘛有召开会议，目标要花3亿美金，要帮助黎巴嫩救灾甲重建。لذلك أعلن اليوم استقالة هذه الحكومة. الله يحمي لبنان. 面对民众电子控制压力之下，今年1月才上任的黎巴嫩总理伫下晡7日暗时发表电视演讲，宣布政府总辞，伊承认过去7年来港区坑将近3000栋的玻璃部官僚是政府腐败结果。伊表示会甲人民协做伙寻求真正解决。贝鲁特港区测试发生大爆炸了后，至少有4名部长甲真1名国会议员辞职。伫下晡随后去总统府交出辞职批。أعرب فخامة رئيس الجمهورية عن شكره لدولة رئيس مجلس الوزراء والسادة والسيدات الوزراء وطلب منهم الاستمرار في تصريف الأعمال ريثما تشكل الحكومة الجديدة.
这场大爆炸和切真久的政治经济问题拢被逼出来。分析指出，黎巴嫩长期以来，依教派分配政治权力、政治人物被批评无解决问题，只靠亲情关系。不满政府失联群众，这几天伫议会外口甲历史广场发动火爆抗争，占领外交部甲能源部这机构。有民众表示，敢若是政府落台也阁无够。 The government resigning is not enough for us because we want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blast and everything that's been happening for us 30 years ago until now to be held accountable. 法国总统马克龙甲联合国青岛共同举办国际关注时程会议，参加有美国总统川普在内15位政府领袖，将近30个代表各国承诺，会捐予黎巴嫩2.97亿美金，各会直接交付予贝鲁特灾民，也表示会针对爆炸展开公正、可靠、甲独立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2008年9合1的选举，国民党提名施家华去参选彰化县第3选区的县议员，结果伊的爸母伫线西乡买票互掠着，所以施家华嘛互判当选无效。针对有受诬陷的人，彰化地方法院昨昏宣判，全乡8个村有6个村长拢有受诬陷，互判刑。另外，阁有38人长嘛有收钱，嘛爱食罪。 来看《中国时报》，国防部派阿兵哥斗相共生产翠暗，是翠暗国家队的成员。资本是正公平的代志，暗过却传出有人做内贼。有一个姓李的中校甲姓张的上司涉嫌利用职务偷摕6000的翠暗，检调昨去敲2个人以涉嫌贪污，而且有串口径的记录，互检方申请羁押禁见。来关心《苹果日报》。 超过200个香港警察昨昏大规模去敲一团门创办人黎智英的徛家，甲香港的《苹果日报》大楼，甲黎智英甲报社4个高层掠去。经立法会的议员罗冠聪是形容讲，昨昏是香港新闻自由的尾日。香港的记者协会嘛批评讲，去敲新闻中心，恐惊会互人唔敢搁大声讲话。 香港的国安法实施了后，当地出版社嘛惊去防安颠覆政权罪互掠去，所以比起来，咱台湾颠倒是真自由，而且嘛真安全。所以一寡香港较敏感的册，即马已经改伫咱台湾出版。即甲咱台湾戒严的时，咱台湾人爱偷偷去香港出版禁册，拄啊好颠倒病。 香港一间独立册店为少少年人才来看以共和香港、解放香港为名的册。这个册伫香港国安法实施了后，伫公立或者是学校图书馆已经看无。一本探讨香港社会问题季刊突破，因为对国安法理解依然有无确定性，今年也决定停刊。港府国安法一程度，香港出版业亲像大乌云同款，探讨香港民主前途册，可能正做违法的禁册，为了继续发声，因自然先到台湾。 台湾独立性强的一人出版社讲，一阵香港传媒工作者记录旧年反送中抗争准备出册，就找到因。新册会伫8月底伫台湾出版。这间出版社认为，因为香港伫台湾戒严时期，要协助台湾出禁册，即卖香港有困难，台湾也会帮站。我们这边的出版人会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就是觉得。 好像以前香港帮助我们走过那段时期，然后现在台湾民主化了、自由开放了，那香港反而走回去。那我们其实有一个道义上的责任，要帮助他。香港人记录雨伞革命已经出版的《线下传记》，是伫7月将1500本库存的册全部送到台湾。It's just a safer distribution center from Taiwan's books compared to in Hong Kong,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sitting in Taiwan. And if that's shipped, like if those books are shipped individually to Hong Kong, it will be more expensive, but it's still a safer way to go about it. 台湾正做香港出版业的被香港业者希望透过共同合作，伫港办国安法的乌云下，有一线的光明。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7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
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咱台湾共款17480例，中国的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有4000多例，日本是超过49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24万例，巴西超过300万例，印度超过221万例。抑个最近变较严重的南非，即马是有56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37万例，伫英国超过31万例。武汉肺炎的疫情伫美国也压袂落来，确定病例直头增加。美国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连囡仔的感染人数嘛直咧增加。另外，日本有高中生发生群聚感染，已经有40个人去大病院治疗。抑个伫澳洲，虽然一日的死亡人数有创下新高，也毋过澳洲的感染人数已经有降落来趋势。全球新冠疫情上严重，美国确诊数字继续升悬，上新统计已经有5044000多人确诊，占全球总病例数的1/4，162000多人死亡，而且为400万冲到500万确诊，只有短17天，比1月发生第一例到第100万确诊用99天，速度明显进真济。路透分析，全美国每66人就1人确诊感染。纽约时报也引用全美小儿科学会报道，为7月16到7月30。2礼拜有97000囡仔怀着情形真严重，是不是要回去学校，正做一个难题。88名が陽性となって、高校のサッカー部に関連した集団感染の発生というものが確認をされ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日本岛根县一间高中发生骹球社团群聚感染，其中80人住伫学生宿舍，6人通勤，2位教练各加上3位出入宿舍密切接触者，有91人确诊，当中无重症患者，毋过有40人爱住院治疗。当局针对全校200位师生进行 PCR 检测，东京初九新增加331人确诊，已经连续4天超过300人。Okinawa有159人确诊，创下当地疫情以来单日新高。初九全港总共新增加1444人确诊，5人死亡，总共49622人确诊，1061人死亡。We are seeing some stability. That's a good thing, but that's not enough. And that's the product of masks and stage 3. 澳洲七十通报19人死亡，全部来自维多利亚省，是疫情出现以来单日上悬的死亡人数。其中14人甲一间老大人照护中心有关系。毋过有好消息，当日只增加337例确诊，创下7月29以来上低。维多利亚省长安德鲁斯表示，这代表严格抗疫措施有效果，伊一阶段依然爱痛苦实施防疫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疫情看煞来看世界各地天灾。印尼的苏门答腊昨昏火山爆炸，火山火云是1500公尺高，好佳在无人伤亡。那欧洲即马是愈来愈热，法国各地高温已经升到35度。气象局嘛预测讲，法国高温有可能会升到40度，规个法国烧烘烘，互人挡袂牢。天气酷热，真侪人到法国南部海边消暑。欧洲因为热浪，法国各地气温往超过35度。法国气象局佫预测，高温有机会超过40度。首都巴黎世界因看到有人咧晒日头，毋过大家拢爱啉水、食冰来降温。C'est très chaud. C'est dur. On a des petites bouteilles d'eau comme ça, mais ça suffit pas. Il fait très chaud. 计程车开伫市区行路，路边拢无人，车内温度显示外口是38度。Un peu difficile, hein. On voit qu'il y a personne dehors, mais bon, on s'y fait dans la voiture avec la clim. Même avec la clim, il continue à faire chaud. 法国当局已经对真侪所在发布气候警报，也呼吁民众出入公共场所也是爱挂喙安，以防止新冠病毒疫情搁起来。另外，德国的法兰克福甲杜塞道夫拢出现37度的高温，大家唔是食冰消暑，就是到河边浸水。Also bei 37 Grad, da bleibt mir keine Wahl. Da muss man ins Wasser gehen. 另外，伫比利时，同款也是因为热浪，首都布鲁塞尔大广场就算气温超过35度，不过大家也是挂喙安做好防疫。大型火山火伫冲天边，印尼苏门答腊西纳蓬火山七十再起爆发。根据路透社报道，这已经是这个月第2摆爆发。火山火将伫20公里外真侪村落砍掉咧，好佳在目前无传出人员伤亡。记者综合报道。
那印度即马是雨季，上大雨造大水，影响1750万人，嘛造成上无630个人死亡。西南部的山区因为造大水，水崩山，这附近的地园甲农舍规个风盖起来，目前已经伫土石堆内底找到43个遗体。那伫孟加拉嘛，因为造大水，已经超过1个月水拢未退，有上百人死亡啊，嘛阁有3万多人因为生活伫垃圾水，即马胃着病。救援人员冒雨一直乌，想要找到一线生机，边个家属透甲真伤心。印度西南部克拉拉邦关山初七透早因为落雨发生土石流，附近地园10间农舍被淹去。事发的时阵有78名菜地工甲家属伫内底困，未赴逃走，被带伫土石当中。当地政府派出50多人出动大型机具抢救，不过因为一直落大雨，救援工作一度中断。到初九为止，救援队为土石堆当中找到43个遗体，也有差不多20人下落不明。大水雨也造成大水，当地有一个桥被冲走，通讯甲电力也断去。印度雨季是6月到9月，气象单位警告未来也有更较大的雨。另外，附近的孟加拉大水已经引起全国1/3的所在800万公亩的稻田。到初九为止，至少184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真侪人被困伫厝内底，勉强用竹仔做桥行，或者是将厝内底床贴做火，伫顶悬等待水提起。घरमध्ये बंद होइছে घरमध्ये पानी होइছে আমরা কষ্ট করছি বহুত পানি হয়েছে মাসা জায়গায় আমরা বইরেছি খাইতে নিতে পারি না বাজার সদাই করতে পারি না আমরা অসহায়这场大水已经5月份是20年来上长，水无提民众无法度出外，还佫传出传染病。目前灾区已经超过1万人落舍，全国有3万多人因为垃圾水破病。对目前国内已经有26万人确诊新冠病毒的孟加拉来讲，是无比严峻过。孟加拉政府是指出，积水已经开始退下，情形会慢慢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香港警察昨昏大规模去敲香港的苹果日报大楼，嘛甲李德英等一挂人抓去。国际社会拢在谴责。美国的副总统潘斯是批评香港严重侵犯新闻自由，呼吁香港赶紧放人。美国的芝加哥市区昨昏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大批民众走去当地高级的商业区迫害商店抢劫，甲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冒掠到100个人。印度疫情严重，上大间的酷奇动物园因为防疫关系封锁，游客减少无成立。动物园讲，恐惊4个月内就无钱搁饲动物啦，嘛无钱互员工薪水。镜头等下，国内来关心，这礼拜六高雄市长的补选，民进党阁派陈其迈出来战。顶一摆伊输予韩国瑜，这摆第2摆来参选高雄市长，伊用温柔温暖的男性这个形象，伫高雄的大街小巷有选票。伊嘛强调讲，伊要互高雄的产业数位转型，有病都市甲庄脚的差距。伊讲伊一生拢要为高雄打拼，要爱高雄的乡亲，互伊一个机会来看高雄市长补选的专题报道。辅佐行政副院长第一天，陈其迈行至凤山传统市场拜票，支持者主动改蓝调的个翕相。陈其迈是安握每一双手，这是韩国瑜33造势起点，正式投入高雄市长补选的陈其迈，放弃身段，要为这重新搁出发。紧是伊常常讲的一句话：往哪行，往哪看资料，往哪听幕僚重点报告。拼选前每1分钟拢袂当放松，若是当选，伊要用2年拼4年。只有2个月准备的时间，其实非常的匆忙。那所以我们都跟时间赛跑，希望说能够紧。要做高雄市代理市长的陈其迈，高雄市政对来讲是真实。2018年代表民进党出征，提出过11项政策未批书。2020年再战，伊阁提出更加进步的市政蓝图。加速产业的一个布局，让我们的产业可以快速的进行数位转型，解决厂商无缺的问题，招商引资，让年轻人能够回到高雄工作，打造高雄成为一个创意之都。
但期迈认为，爱加速高雄产业社会转型，爱平衡城乡差距，偏远地区医疗、教育、交通这问题拢爱解决，因为高雄也爱加时间比赛。这次的补选对高雄来说非常的重要，过去的光荣感不见了，走到哪里都被人家问有没有发大财。2020年8月15日是高雄第3届市长的第3摆投票，总统蔡文罗南为陈其迈徛台辅选各化会，要将高雄失掉的2年续回来。对于民进党来讲，2018年呼声真悬的陈其迈，在高雄市败后化发大财的国民党的韩国瑜，也因为这意外，伊放下伊的形象，抱鸟啊开直播，高考生是被政党所耽误的歌手。在18年选输了，有挫折也有失败嘛哈，那也给我很好反省的机会哈，所以我也非常感谢说2018年没有投票给我的市民朋友，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哈，所以假如人生只能做一个选择，那我的选择就是高雄。陈其迈再战高雄，外界形容这是一场王子复仇记。会记哩2018的教训，全高雄拍拍走各界胜利的后班会，拢亲身出席。这一战，伊要为家己而战，为倒位跋倒，就为倒位徛起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补选拜六要登票啊，3个候选人拢动员党内的大卡大跳来助选。有风声讲韩国瑜会伫选前之夜替李美珍徛台，这是互陈其迈口说讲，高雄人就是无爱韩国瑜，甲韩国瑜罢免掉啊，代表高雄人无爱对韩国瑜的脚步。啊，人我一直是认为讲，根本就无需要什么大条来加持，市民要爱的是老老实实有才调解决问题的市长。选前超级礼拜二，前总统马英九党主席江启臣合体，再加上侯友宜甲罗秀燕两位国民党执政县市首长罗南替李美珍拼选前，外界更较关心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什么时阵出现救票，今嘛传出上可能选第14选前之夜的造势场合当头登场。自在开始，由韩启虎团队率先陪同李美珍扫街。因为李副市长大家都知道他开刀嘛，所以我也不忍心让他再出来。那至于叶匡时副市长，他可能现在有工作，也不方便去耽误他，所以应该是陈雄文副市长会带队。现在韩市长的部分还在联系中，如果有最新消息，我会跟大家报告。国民党骂韩风再起，替李美珍开启反战的机会。也毋过，民进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陈其迈有无同款的看法？认为6月7日放韩投票，高雄市民已经做决定，李美珍无应该依循韩国瑜的脚步。若无15投票日，民众会将家己的想法反映伫选票上。高雄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嘛，你在沿用这个旧的人马，然后又超旧的政见，那甚至跟很多的市民的一个期待有落差。除了假日有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加持，民众党5日前一透早，一个人出现伫路口向选民求票，强调会甲市民都团结理念，认为选举的重点不是爱靠党内大咖加持，是爱真正有能力解决人民的问题。别的大咖、别的主席来你要来帮忙。你的候选人是你要带来解决方案，所以今天来不是谁能够来帮忙造势，是来解决高雄的问题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抓到这一点郭天霞无用伫上短的时间掠掉每一场选票，那候选人无用，同款辛苦也有高雄市选委会，因为这已经是高雄第3摆大型选举，采购发出类似开箱文的说明，分享选举工作的前置准备，包括测试精装、款票列平加投票柜，互民众知影每一摆选举的前置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公司台记台推3个再建民主先生新闻专题。前总统李登辉执政12冬，伊推出民主，废除万年国规，修改宪法，推出总统民选的制度，以后台湾走向民主。前总统李登辉伊的功劳真大，后辈会当享受民主甲自由，嘛爱保守这个成果。
超过1000名大学生聚集伫中正纪念堂抗议，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加召开国事会议。1990年亚伯学学运，就伫咧李登辉接任第8任总统的第3年发生。我认为啊，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手段，必须应该有合理，我们应该做到了大家都肯定的方法，才会成功的。为着回应诉求，李登辉总统邀请学生代表入总统府会谈，这也是有史以来头摆有国家元首用这种方式了解民意。所以对李总统来讲，国家的定位其实不是甲民主化方去处理，是甲做对的。但下拍的前进程其实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来要求这个政治的改革，就讲伊利用环境有利的因素。来实伊的理想。亚伯学学运结束的过当年1991，李登辉宣布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同一年废除国民大会，到1994修改宪法，通过总统直选制度。1996年，李登辉顺利当选，成做台湾头一个民选总统。2000年，政党头摆轮替。台湾人民万岁！捌伫世界各国杀台独，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19年的张灿宏，就是伫咧李登辉总统任内，伊才决心回来台湾。台湾一定要民主开放。我为着安尼，迄阵就变做我们也当个号召用调校，为权的体制变做民主开放的社会吼，又没有动乱呢，牺牲足少，所以我大家讲宁静的革命，这是台湾人的幸福的。对威权行来到民主，张灿宏讲，这是民主火车起行。2000年到2016年，台湾完成3摆政权轮替，成做亚洲国家的民主典范。不过，台联党主席刘一德也说出李登辉心中对民主发展的决心。制度就开放到，互恁一人拢一票啊！结果恁拢做党的奴才，互你做主人，但你袂晓做主人，这一定来演讲，定你讲，这变成袂使制宪的。过来小党拢总台死，过来迄个修宪门槛伤悬，拢袂顶袂当，就是伊咧讲迄个二次民主改革。2020年7月30日，前总统李登辉以逝终时，岁寿98。伊对深化民主、创造自由开放的台湾所做的付出，相信已经留点真侪台湾人的心内。记者阿敏进张随社桂林台北台南报道。美国嘅卫生部长阿扎尔昨昏下晡伫疫情指挥中心甲卫生部长陈时中签订台美嘅医卫合作备忘录。美国在地协会处长李英杰是强调讲，咱两国是真正嘅朋友，这是真正进展。另外，针对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了后，阿扎尔嘛表示讲，美国未来会找其他合作，慢慢看咱台湾敢有意愿参加。下昼，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坐专车来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疾管署署长周志豪陪同坐专用电梯上楼，拜会卫福部长陈时中。即摆毋若交流台美防疫经验，重要是台美签订医卫合作了解备忘录。Today, I am pleased that TECRO and AIT have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o formalize the more than 20 years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my department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on a wide range of issues. 今日签署的 MOU 是首次由本部与美国卫生部代表执行，我们也将借此 MOU 展开台美关系新的一页。台湾头一摆甲美国卫生部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内容扩大，包含全球卫生安全、传染病防治、公卫实验室等等项。也毋过外界关注，敢是有帮助台湾处理新冠肺炎治疗药物，还是疫苗？We have over a $2 billion program to develop next generation diagnostic testing connected to COVID-19, but we anticipate having capacity that once those needs are satisfied, those products would be available in the world community according to fair and equitable distributions that we would consul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另外，针对顶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国外表示不排除自行创建新组织，取代 WHO 以大方回应，强调完全退出 WHO 了后，会寻求其他合作管道，台湾会是选项之一。After our departure from the WHO, we will work with other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or the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or the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itiative. These efforts will continue. We'll, of course, talk to Taiwan and other entities as we go forward. 记者会了后，指挥中心发言人庄真祥接受媒体提问，并且公布闭门会议内容，主要是部长陈时中说明新冠企业管制随案措施，并且分享防疫关键决策网，也公布检验量能。美国是表示对防疫中心公开透明所带来价值，亦表达高度肯定。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已经摕到咱台湾身份证的中国新移民，带伊的后生对中国返来台湾。返来到台湾时，发现讲伊进前睡的厝住的所在，这厝主已经说服别人啊，因全无所在通住，所以警方即马先安排因去住防疫旅馆。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为中国入境的国籍人士登录地址无确实，几月半引起议论甲争议。查到有一位姓杨的中国新移民，已经取得咱国身份，2年前带后生定居中国。这一摆为了避险问题返来台湾，因为伫台中无固定的住所，一落机就直接去租找所在拄问题，互民众报警。最后由台中市民政局协助先安置防疫旅馆。户籍地呢是他2年多以前他在大理租的房子的地方。这个期间，杨姓女子还一直在找，看看有没有人肯租她房子。我说那不行，她这样子到处找，她还得了？附近民众表示，希望防疫管制会当为入境做起。当地议员也指出，若果民众想要隐瞒，将成为防疫抗棒，应该加强正向的联系。车队，像那个计程车那个什么，你就知道让他载到什么定点，要交给哪一个人还是谁，让他确实的来这个防疫体系当中，不能够让他漏掉。因为这对母囝小乡社不实的资料，若违法属实，会当依法罚1万以上15万以下罚款。台中市民政局也呼吁，若讲咱国民众返来台湾无固定的住所，入境时应该主动通报，由相关单位安排替代住所。地处检疫者应该确实写地处检疫地点，遵守检疫相关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金门的华顺队掠到疫情爆发了后，头一站这偷渡的案件，是一个对中国来的查甫人，伊找到对中国厦门收水收到金门，若一到位，伊就随风掠起来。伊讲伊是只欣赏咱台湾的民主甲自由，所以才决定讲要偷渡。若目前这查甫人要先检疫14天，才会互送法办。华顺队的人员穿规丝的白色防护衫，一个男性落船。防检相关单位随去甲门看卖感受发烧等等的症状。金门华顺队伫初9早起接到大胆守备队通报，伫咧海防值班点头前500公尺的海面发现不明的物件，随派人去看，结果是一个为中国四川来的偷渡客。华顺队表示，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头一个去互查到非法入境的案件。这个45岁姓李的男性讲，伊是因为介意台湾的民主自由才来的。伫咧初9半暝3点，为厦门黄厝出发，往金门的方向游。结果早起10点外，煞去到大胆岛，差不多是游4公里远。不过一般人游水偷渡的时阵，拢会使用浮具。不过这个男性煞干那穿救生衣，无早半项就游水过来。在拦查该名男子确认身份为大陆籍人士后，随即启动了相关的应变机制，并且通报金门县卫生局、防检疫等相关单位进行共同联合应变。该名大陆男子在进行14日检疫隔离后，全案将依法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针对姓李的男性讲介意自由的讲法，华顺队表示，还阁要进一步了解是真是假。若照规定，会做14天的检疫隔离，专案阁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已经有较冻点，有加较安全，国内旅游即马是热扑扑。不过海面上在走的这客轮，那亲像无变较好。去年3月份才开始在走台中甲澎湖的海上客轮、云霸轮，即马因为无生理，决定要升冻点。
流线造型的樽身写分霸字样，高速客轮分霸号去年3月为台中航空客航去澎湖，也打算伫4月增加新航线，互往来澎湖游客有新的选择。毋过，就算国旅大爆发，去澎湖旅客真多，这阵的民众第一选择也是为家己布袋港出发。有开澎湖的航线，你不知道？有不同2个站可以选，应该要选嘉义，因为我们比较在高雄。原本看好中台湾去澎湖的观光市场，毋过营运落来却无介好。分霸轮的船公司百日航运所申请台中到北京的航线，营运期间是每年的4月到9月，只是今年原定4月开航，因为疫情影响，已经延到6月，载客量依然无好。载客量每一船班可以载到500多人，可是它实际只载了大概160人左右，那大概不到30%。为台中港务分公司的统计来看，去年3月分霸轮开航了后，6月开始载客，毋过6月份只有8船班，748人次。7月虽然是休热大季，毋过只有12船班，2469人次。8月阁是6甲3个船班，规个月只有171人次。去年只有3388人次。今年阁加上航空业投资甲落价，互这条航线经营阁较困难。国际航班没有全部飞到那个离岛的航线了，最后这样的话变成说，其实它的价差跟我们船票并没有差很多。很多人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啊，所以如果能1小时可能还好，但是2小时可能就会觉得是比较不愿意搭船搭那么久。学者表示，台中港专业体格位置真好，毋过周边旅游景点串联无够，加上台中运输无发达，离市区也爱1点钟的车程，甲家人高雄比起来，作为母港条件较弱。建议加强景点连接，甲台中运输，将提升游客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公布上新的无薪假统计，这届的人数有减7000多人，这是对2月份以来降上侪一摆。不过也是有旅行社甲饭店的业者讲，因同款有受疫情的影响。业者就讲，咱台湾虽讲疫情控制甲袂歹，不过并无开放国外观光客行卡到，所以也是有旅行社甲饭店在休无薪假。星级饭店引进市面上卖甲真好的咸海品牌，吸引大家上门。这间商务型酒店受到国境管制影响，虽然休热假日住房率有起色，延到6成左右，不过计数是1晚3000块，是疫情进前一半，所以要继续开发餐饮特色，找回客源，拓展收入。我们现在饭店呢，其实都会推一些新的方案。那例如说，像我们跟我们人气的手工派对合作，整体业绩呢带来我们整个餐厅大概有20%的成长。带小餐饮拼出路，劳动部阁公布上新一期无薪假减班休困统计，人数19458人，比顶一期减少7617人，降幅18%，是2月份疫情以来降的幅度上大一摆。制造业减少人数上济，比顶一期减少大约4000人。不同的事业单位，它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事业单位它的单就是在一些疫情比较艰困的地方，那有的事业单位它慢慢的一些。他的客户在解封的状态，他的单就会回来。那你说国旅现在比较好一点，但是国旅的人力只要公司的10到20个人力就可以处理整个国旅的事务了。所以我觉得大型的公司这段期间还是非常的艰巨。那我觉得他会瘦身、会裁员减薪，或者是会留职停薪，这个都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无薪假人数高峰是不是已经过去啊？有劳动局官员私下表示，其实通报数字下降，也可能表示企业放无薪假也是挡袂牢，只好行向自牵制一步。确实是劳工主管体制找下一份头路。旅行社同业工会认为，目前依然为规模较大的旅行社，爱以无薪假降低人事开销。未来是不是出现失业潮？爱看10月国境管制是不是放松？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对106学年度开始，由中正高中接落来办理台美双联学制，拢总有16个学生囡仔参加。这学生囡仔下课了后，搁会留伫学校，老师用英语教美国高中的课程。3年教落来，即马因的英语变甲写叫，毛3个学生申请到真好的外国大学，决定要出国读册。
练等的英文稳健的台风，北市中正高中毕业生黄世颖甲杨凤玉分享参与台美相连学习的代志。因讲高一高二时，一礼拜会当讲有4天，下课了后爱留伫学校以英文上至少2节美国高中的课程，非常精细有挑战性。你放假或是下课后没有办法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啊，要拒绝一些同学的邀约这样子。43学分，大约774点钟的全英语学习，也佫有商界探索甲加深加工课程。学生讲时间管理真重要。中正头一届17位学生，只有1位伫高一的时阵退出，其他16位拢摕到台湾甲美国相并的高中毕业证书。申请过学校？还蛮多，美国也有5、6所，台湾也有。16位毕业生内有15位学生顺利申请到国外大学，不过因为全球疫情严重，最后只有3位决定要出国。在课程中得到启发的金新基，买掉商业发展，决定到阿姆斯特丹大学读册。第1学期也是线上课程，然后明年的今年12月或是明年1月再看情况去。中正高中校长江惠珍讲，台美相连学习目前1年25个名额，包括校内去美国，3年费用大约45万。因为教育局有1/3的补助，这几年竞争真激烈，经济弱势生无受到影响，只要通过坚持，教育局都有专家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新北市当地举办传统艺术的展演活动。顶礼拜是邀请人间的国宝林德华艺师甲歌戏界的先辈洪明雪老师来做表演。因2个拢是歌戏界的老先角，而且2个人拢真用心咧传功夫，希望恳请后辈互歌戏外台做话戏这款艺术有人传承。就是啊，甘愿随啊，林家花园内底歌戏出老一起鼓，歌戏界老先角林德华艺师和洪明雪老师，伫咧这道新北市的传统艺术展演活动当中做伙合作，前后场配合甲密，吸引侪戏迷特别来到现场。洪明雪老师是伫阮歌戏界内底最有名的迄前辈，所以特别来看伊的表演。洪明雪老师年岁已经超过80，伫台顶游玩是风采万千。身为新北市文化局传统表演艺术的保存者，伊嘛真用心咧看教后辈。就是讲小大吼，讲爱小心，讲哎哟，我无爱你的金，无爱你的玉，爱你心肝袂明白。这小大要甲小心求亲，就为下海甲伊好一个。人讲做戏3分前场，7分后场。林德华艺师带了民权歌剧团的新生代，目睭掠台顶看甲真认真。万世言，千年吹。哦，这个吹分了几千年，也分袂好听。传统的艺术，毋是讲遐简单，要跟老师一段会磨练。人间国宝林德华艺师身边有艺生对咧学吹奏，伊的后生嘛是民权歌剧团的团长表示，即马功夫要传承是愈来愈困难。因台语听无，所以因第一点是来学台语。第二呢，因仔会晓看戏。头一年去，讲说哦，要戆戆，因为袂晓看戏啊，阮爱看顶悬演员唱啥。话戏无固定的剧本，嘛无固定的谱，专业好演员、乐师现场临卡去应变，所以逐日做戏拢会有无同款的趣味，就等戏迷行脚到，欣赏传统艺术万千的变化。记者尤维珍新北报道。歌戏看线，咱来看影片。已经互一寡拍片的工课拢冻点。啊，毋过伫乌克兰则有一个少年导演，伊发挥创意，伫家己的公务处内底用较低成本，也有有限的空间，而且家己演12个角色，拍出一支底片。伊伫去年多伦多的影展，也有休斯顿的影展，拢有摕到奖。伊希望用这款独立制片的方式，行出家己的一条路。这部有笑亏风格影片，就是莫斯卡联科按算要拍新片《捧果人》。We expected an attack to come from deep space, but evil was much closer.
会面中，全副武装的兵仔拍开每一间房间门，搜查藏伫暗厝的邪恶魔王。导演指出，这个门拢伫伊的厝内。И я специально оставил этот кадр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люди вообще поверили, что это было снято реально в квартире. Потому что многие, когда видят глубину кадра... 31岁莫斯卡连科去年以人工合成爱情伫真济独立影展得到提名，一摆要以拯救世界英雄彭果人为主角，拍90分钟的长片。这短片除了要吸引国际投资，也希望将捌起伊的房客市政的美国女明星珍妮佛·安妮斯顿，请到片中为女主角彭果女人配音。Dear Jennifer Aniston, my name is Appleman.And I am a superhero. A week ago, you liked my movie trailer on Instagram.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re the greatest actress of all times. And I have a proposition for you. I want to invite you to make a voiceover for the most beautiful and badass character in my movie, Apple Girl.彭果人有个片伫莫斯卡连科的 IG 网页当中，被网友转达了后，几点钟之内，总共有30万人来看。未来90分钟的正式影片，按算伫2021年11月伫乌克兰地区院线放送。另外，串流影音平台网飞甲亚马逊等，拢是考虑中的发片管道。记者综合报道。荷兰的大画家梵谷在生进前的图树根到底是伫画什么款所在？最近风声讲有人找到啊，这张树啊就伫法国北部的一个小镇，而且研究者佫讲，这幅图内底有藏秘密，是藏什么款的秘密？咱赶紧来了解。梵谷最后为做树根，画所在到底是伫倒位呢？咱对法国梵谷学社研究人员范德文的脚步斗阵去找找，原来搭含伫伫法国北部小镇奥佛苏欧斯一条砖骹小路。拍开背底关键就是这张19世纪初欧白明信片，透色水比对就更加清楚咯。This horizontal shape here is what is here, with the same spots here that you can see there.伊将发现送去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谷博物馆进行比对研究，官方也认为伊可能是对的。为树根这幅画当中，范德文也看出长时间为忧郁症所苦的梵谷，伊好亲像有要表达出对生死的看法。I think that this last painting is a farewell note in color. Its message is quite obvious. It is about life, about death. It is about what you leave behind. 梵谷生前最后70天就住伫奥佛苏欧斯镇的小旅馆，最后为作为地点，离大所在就150公尺左右。这个新的发现，佫引起梵谷是不是野情自尽，也就是伫意外他杀的讨论。目前这为地点已经围起来保护，未来加做纪念梵谷的重要景点。The place where Vincent was, the way he saw it, with the colours and his particular composition. 对梵谷家族来讲，重要的是因甲梵谷各家一项连结，对伊生命最后阶段有更较深入的了解。因伫7月29，梵谷过身130周年这一天，到镇上梵谷墓前献花致敬，献上正是梵谷上爱花日头花。记者综合报道。400外当前伫英国野外坐种的河狸，最近这几年伫英格兰的西南部发现因的脚跡。英国的政府是要求民众讲袂使甲赶走，而且讲若是有民众的农地因为因咧大风破坏，嘛当向政府申请补偿。河狸家族伫水边真快乐食物件佚佗，较大只只亲像咧拍破跳舞，有够古水。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水獭河顶悬，上早是伫2013年发现野生河狸影只。有自然界水坝工程所自称的河狸，早伫400多年前因为被人误被掠，伫英国野外看无，因为因的肉用食，毛皮有经济价值。因的线体应用来做药啊，或者是芳水。7年前，德文郡发现河狸了后，当地保育团体决定互因留落来观察对环境有啥物影响。结果，河狸家族生团正做15个家庭，佮做28个水坝。这水坝不止因降低水灾风险，因所打造的湿地环境也对鱼啊、鸟啊、通看水产饲的生团有帮助，丰富当地生态。If we want a more diverse habitat,
to work alongside with our farming and our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then natural management systems like this that the beavers can provide are one of the answers. 毋过做事人认为，河狸、架树啊做水坝这等水源常常破坏农地。 Here's a potato field which was flooded due to the actions of the beaver, caused damage to the crop, a loss of crop. They can chop down trees in the wrong place. 毋过，德文郡的民众也承认，河狸做水坝能力确实对治水有帮助。目前，英国政府已经下令，要让河狸伫即卖所在自然生态，当地居民免将因掠走或者是赶走，对农民所造成损失，国家会补偿。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受美克啦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咱台湾云林以北也有台东会上大雨，若北部甲中部以北过道了后，是落西北雨，乡亲拢爱细致。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 中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东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3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祝您顺心，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头家。我这个人吼，平常时啊除了赚钱，无啥物特别的兴趣。人个美国可能就是买车啦。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轿车。轿车汉字写作轿车，罗马字写作歌谣轿、私压车。 轿甲车拢是第一条，轿车就是私人咧驶的小型汽车，嘛叫做自家用的轿啊。若是租的，就叫做海亚。因为轿车是咱台湾真普遍的交通工具，会晓驶车就真做真重要的功夫。咱对车嘛要加减啊慢，才袂驶车驶到咧过路。 过路就是车歹去，停在路边等人修理的意思。咱去保养车的时阵，较接触的有换乌油、顺麦德里、火珠啊、护丝啦、方向灯、大灯、卡动灯、handle路等等。 拢爱巡一摆。车咧保养的时，会看到师傅用铁人甲规只车夹起来，伫车卡软来软去，咧巡链啊、挡皮啊、延紧、延长。3分5时嘛爱巡看卖，敢会无乌烟？无，那加做目杂仔车，死到红罚钱就算袂好啊。 保养的时阵，有时爱换部品，部品有原厂的，嘛有台码，介绍无同，好歹嘛无得确。俗语讲，行船走马3分命，意思是咧讲，做交通运输这道的，因的性命风险加真悬，
做工课时，本地就较危险，爱较细致的，如轿车、乌油、火珠啊、雨刷啊、冻皮啊、含刀路、严禁、行船走马三分命。买车该欢喜，洗车爱细致。这部看了后摆去保养车的时，咱就会使用台语甲师傅开讲啊。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你在冲啊！